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向下来收看客家庙女学院我係今日嘅主持人阿忠古，我係今日嘅主持人阿嘉哩噶。大家先生按久冇看到呢？哦，阿忠先生好，當歡喜哦。星期唔過，今日唔係留大家向下打嘴鼓，可以留大家教大家講客話哦。冇唔錯，唔過教大家講客話，之前我先問大家先生嘅當重要嘅問題。哦，乜嘅問題啊？唔知道音樂當中最重要嘅係乜嘢咧？唉，你看我嘅同桌就啲英語當中最重要係乜嘅事情咧？基本先生看，唔好亂講話吼，唔係啦。冇生意要咧。唔係，等下，我係講我都是嘰哩咕嚕吼，就係愛食東西，係當重要嘅事情啊。唔錯啦，你客話有人講吼，食飯放地台，就代表講英語當中最重要就係食東西。有上班人聽到都會啲吼，當你到當主家下就想講，到底愛食乜嘢咧？最近大家都想，今日你愛食乜嘅？今日你愛食乜嘅？愛食麵、食飯，還係食乜嘅呢？冇唔錯，故所你派出一下吼，講呢，當講都做唔得嘅，愛見貼派嘢，我去記錄方嚟問大家，到底佢哋平常時節都食嚟乜嘅東西？佢哋下請大家聽得兩下，向下來去出發了，Go！